毒性已经进一步发作，也不知道伯爷那边准备的怎么样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白白死在这里。我来了，我来就是要坦荡地告诉你，明日我便要程安伯好好看看，他就算肯为你牺牲，也救不了你的那个惨状。你疯了！我没疯。我只是想好好的吐一口怨气。说来也怪，想到日后就要见不到你了，居然感觉有些失落。我石飞仙是个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的人。当日我流放西州，你送了我一个包裹，这份恩情我必须还。说吧，有什么最后的心愿？兴许本宫能帮上忙。都快死了，还能许什么愿望呢？那好吧，随你。等等，贵妃娘娘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还真有一事需要娘娘成全。何事？娘娘知道，我这一辈子就爱美。娘娘，可否请人到班府的旧屋里，寻一件白裘大衣来？白裘大衣是我最爱的衣服。临死前，我还想再穿一次。死到临头还是这扶不上墙的样子，给你又何妨？谢娘娘。